今日我哋嚟到呢間台灣叫安平燒肉，我哋食燒肉。咁我哋揀咗個和牛 pan 啦。咁 level 4試下佢好唔好味。呢度就係個 pan 裏邊包啲嘢，仲要食120分鐘。一嚟就有個雞湯俾你飲一飲先。呢度就係飲品區啦，都有啲自家製嘅茶飲啦，好興嘅台灣啲燒肉通常都有。另外就下邊咧無限飲飲，咁呢邊就係啲醬料區啊，都好多款。仲有啲白飯啊、滷水汁。哇！唔使揀啦 ，A4 和牛有埋壽喜燒，想食燒肉沙煲沙皮，一次過兩種享受。啲 A4 嘅和牛油脂分好多分類，呢個係第一類，第二類再睇下係咪咁。而家煮緊呢個叫蛋月見牛，咁有啲蛋啦、牛油啦、洋葱啊撈埋，之後咪台灣特色咁燒。好，燒好咗啦，試下先，有埋啲蛋汁撈埋，洋葱同埋牛油。個味都唔錯。好，我哋嗌咗啲鮑魚同蝦就到咗啦，同埋第二灣嗰啲和牛都到咗啦，第二灣都冇走樣，可以睇下。正啊，開動啊！好，仲有個日本 A4 和牛，一口和牛丁啊！台灣人用丁啊嘛，即係和牛粒。另外，如果中意飲酒嘅，除咗呢啲之外，喺個 app 嗰度咧，仲會有啲sake，sake係平到你唔信，係118蚊720 ml。而家即刻order先。哇！啲蝦真係成隻手板咁大，非常鮮合之下，睇落都幾新鮮。呢個係黑蒜嘅蝦。哇！正，隻蝦燒完，食下先。仲要有燒生蠔扇貝，應該落咗啲蒜蓉扇貝，轉頭試下。哇！中意飲酒嘅朋友啱晒啦，女仔就 Apple cider， 男仔 Sapporo 山啤。仲要無限飲飲，好食到尾聲啦！又有啤酒飲，又有沙煲沙盤，又有燒肉，400零蚊可以食到日本 A4 和牛嘅，都真係抵嘅。咁仲加埋有海鮮啦，咁整體啲食物質素還可以，啲蝦頭先食過咧都係爽口嘅，鮑魚都爽嘅，蠔嘅話都係正常。另外，如果想繼續收到最新嘅試食影片，記得 like 啊、subscribe 啊，同埋撳嗰個鐘仔。
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，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言。拜拜。